哎，大家中岛平安，嘿，中岛平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啦，午安。我们今天要来拆炸弹，对。然后现在跟大家打招呼吧，伊藤绿茶，午安你好，欢迎你来。各位阿聪阿姐，午安你好，欢迎你来。各位姊妹，姊妹，午安午安，欢迎你来。好，那因为塞菲尔也在跟他的观众打招呼，大家如果想看塞菲尔的视角的话，可以在那个说明栏找到他的Twitch，可以去他的Twitch看哦。对，然后我们就等塞菲尔打完招呼来跟我会合吧。那等一下应该就是会是，等一下我就应该是会用台语来读这个手册，然后那个塞菲尔猜不猜得了呢？我们就不知道咯，怎么办？我打招呼是不是太简短了？我打招呼都很简短。好，大家吃饭了没？大家有吃午餐吗？大家中昼敢有吃饱？我中昼吃便当，我的便当是无饭的便当，就是即马我有买迄种无饭的，就是有肉，还有迄个菜，就安尼尔，嘿，就是敢若吃肉甲菜，无吃饭，较袂肥。欧拉夫，爸，午安，欢迎女王笑笑，有一个好可爱。对啊，我今天把它关在手机里，是的，非常的怎么说呢？限制了女王的行动。没有啦，反正就是我们那个拆弹那叫什么？拆弹专家，就是这个用手机指示隔空指示当指示厨，教人家拆炸弹。食鸡腿饭，水，鸡腿饭袂歹食。你鸡腿是煎的还是敢若卤的？哦，我足久无食煎的鸡肉，因为最近医生交代我讲莫食煎的，所以就无咧食煎的鸡肉。嘿，有啥若经过闻到，要是会笑脸啦。偶尔就是闻到炸鸡，还是好想吃哦。但是我在减肥。对，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宝箱怪，所以没有问题的，我一定可以。好啊，来，有没有人还没吃饭的？可是我来弄一个什么市场调查，我想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拆炸弹游戏？这是加鸡耶，炸鸡腿好吃，光想象就觉得好香哦，甚至没有闻到光是想象就觉得好香哦，好想吃炸鸡。好，但我是不会吃炸鸡的。能不能看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好了，大家有玩过这个拆炸弹游戏吗？是无？其实这游戏蛮好玩的，我觉得蛮推荐大家都可以试试看的。就是这只要买一份。然后你可以在同一个空间里面跟另外一个朋友一起玩，然后另外一个朋友负责看这个拆弹手册，然后你负责拆，光是这样就很好玩了。那拆弹专家虽然他是说可以不只有一个啦，他其实说拆弹专家可以不止一个人看手册，但是我自己玩起来觉得好像还是一个专家，然后一个人拆，这个1对1感觉是最好的。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玩这个游戏的话，我蛮推荐可以2个人玩。大家嘛要食凉面哦，我嘛足久无食凉面啊。前一阵仔是有食啦。我也唔知影，我是有食中昼顿啊，我也唔知影我暗顿要食啥，也未想好。要咧倒啊声。完蛋，今天电脑好卡，怎么样？完蛋，今天开太多东西了。Hello。甚至我还想说，我旁边这个 OBS 的输出音效，我要把它打开来了，我要让大家听到这个车祸手的声音喽。好然后开了，我还在拒听，我的 DC 还在拒听。好，先笑他。不是，应该就是帮塞菲尔消掉这一个尴尬，然后就说那没关系，来我自我介绍一下，不是应该是这样吗？好，那没关系，那我来自我介绍一下。
这样子吗？对对对对对啊，好，没有啦，那个其实大家好像不用我特别这样 Q， 大家也会迫害你，对不对？好，那没关系。总之，没有啦。嗨，大家好，我是陈火蛇，然后我也是一个宝箱怪哦。然后我们是因为都是宝箱怪，所以约了这个联动吗？是这样吗？不是因为你是台语王者，所以我要探究你有没有那个成为我们宫廷首席台语专家的这个职称。哦，有道理。拿这个来面试吗？这是面试哦，这是面试吗？没有错啊。那个陈先生，请问您对于成为我们这个宝箱怪王国首席宫廷台语专家的这个有信心吗？你有信心获得我们这个职称吗？我觉得今天最难的点不是我会不会台语呢？对，因为我们是轮流拆炸弹嘛，所以就是看说明书的人要讲台语。那如果听的人听不懂，那就听不懂。不可能，塞菲尔这么聪明，一定听得懂，应该吧？可能吧？可以吧？可以啦，你要有信心呢。可能吧，大概，也许 ，maybe， 差不多。不是，你是女王哎，至少把那个王者的霸气拿出来啊。可是人家女王哎，这个霸气不是应该是我身边的随从，就是在我出场的时候会讲一大串那个前缀词来帮我撑场面的吗？走出来，我旁边的随从就要说：“让我们宾临我们性感、成熟、美丽、优雅、漂亮的宝箱怪女王塞菲尔斯法亚桑玛。”这样，你负责人就会负责休息。我负责走出来的时候摆出一脸很帅气的脸。好，这样好，分工很明确。好，很明确吧？好，那我介绍的还可以吗？完了，我是不是超级打断人家的对话？这是不是不符合我们联动的礼仪？不会啊，联动礼仪去罚抄200遍。感觉宫廷礼仪可能是你说的算吧？也是人家女王我说的算。那请问我面试通过了吗？还没，等会要看这个炸弹有没有拆成功。被炸飞了就不用面试了，知道了。被炸飞了就没了。好，我都不知道要赌命来面试呢。好吧。钱是要在千样豁出生命的赚，好难赚哦。那总之这一位就是陈火蛇，是塞菲尔今天的联动对象。然后火蛇们的观众们好，辛苦大家了。你是有粉丝名的吗？我要怎么称呼他们？我都没在用。我可以趁机抢你的粉丝吗？大家也可以来图奇看看塞菲尔的台哦，这个性感成熟、美丽漂亮的宝箱怪女王，大家可以来看看。看一下图奇啦，大家可以去看哦，没关系哦。你这个没关系，有几%的情绪勒索？没有啦，真的啦，就是我觉得大家有喜欢的话就去看，没有在请了。对，只要我有开的时候记得来看就好了。没有那个好啊，没关系啊，你们就去看那个联动对象的台啊，这样没关系啊，我真的没关系啊，没关系啊，不然我也抢一下你的观众啊，塞菲尔的观众，你们想要看不同类型的宝箱怪的话，可以来看我这样子。对啊，可以两边都看啊。他们要把那个看台的视窗像监视器一样分割成9宫格。不是哦，你有人有2只眼睛嘛，一只眼睛看一台嘛，这样不就解决了？一只眼睛看一台。好的，那这一位就是我们的陈火蛇，他是在 YouTube 频道开台比较多，平常是开一些杂台，然后他的台语很厉害。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陈火蛇玩这个拆炸弹 ，Keep talking and nobody is boss。那就像刚才说的，就是看手册的人会说台语，然后我们会轮流猜这样。那我们要先从1至3那个最简单的开始哈。好，爸妈，好，你 OK 我就 OK。我要点下去喽。我要点下去了。好，祝福你。好了。我开场开太久了，我有观众说我要睡着了。
不是啊，我这个开场不做好，这个介绍不做好，大家要怎么样在一来的时候就看到哦，是这样的概念哦，懂了。直接看你爆炸就会懂了。是吗？是这样吗？问号。从做中学。原来如此。好嘞，我看一下哦，这个的话，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第一颗炸弹。有些人迈向第一步就原地爆炸，这第一颗炸弹的说明有点太残忍了。哇！请问我的专家团队有准备好手册带领我越过雷区了吗？有准备好手册了吗？有没有团队？应该是没有啊！我现在开始要讲台语了，对不对？嘿，你爱讲台语啊？会使，好啦，我有准备好啊。好，那我这边开始喽。嘿，来，你看到在录中。他跟我说，这个荧幕只有你能看到，你不可以偷看拆弹手册。好，那我们面前有一个5分钟的炸弹，他开始倒数计时了。好，你有看到什么物件？我有看到那个有线的，然后有符号的，跟有一个按下按钮的，一共这3个。你讲线是有几条线？我看看，1、2、3、4、5，一共有5条线。啊，上尾迄条是啥物色的？它是白白的。上尾是白色的。啊，红线有几条？有2条。红线有2条。啊，有黑线无？没有黑线。无吼，啊，你加第几条？第几条？1、2、3的2，1、2、3的2。好，解掉了。好，无代志吼。好，过来。那下一个我们看有4个符号的。哦好。啊，你讲一下迄符号生做啥物形？然后左上角是第一个的话，左上角是一个丝带一样的东西。啊。然后。右上角是一个星星，白色的。左下角是一个张大嘴巴的 C， 它里面有舌头，上面有2个点。然后最后一个右下角是 C 点点。C 啊！你讲迄较像 C 大的，迄是较像 D 尾溜，还是较像一个 H？D 尾溜。嘿，你讲的迄个 D 尾好，所以你先猪的尾巴。好，你先饲迄个的，还有2个迄个目睭的。好。好，过来是迄个 C， 还有1点的。好。好，过来是 D 尾溜 C 大。好，再来是青，好 ，OK。再来是一个蓝色的，上面写着按下的按钮。好，你先等一下哦。你讲是蓝色的啊？蓝色的。好，你看你这个炸弹有几粒电池？几粒电池？几颗电池？我看一下。它没有电池。好，安尼你先试落，卖放。好。你它亮红色的灯。安尼你迄个时钟若是有1的时阵，你就放手。有了，解开了。耶！哇，太简单了吧？哇，竟然先我可以讲中文，耶！耶！还以为今天那个前1小时都猜不了呢。拜托，塞菲尔还是听得懂的，好吧？那等下，对，我们什么时候会交换呢？你要多猜几颗还是？对，我们什么时候交换啊？还是我们第1颗先试试看，先交换，然后接下来再。每猜1颗就换1次，是不是太换了？还是我们就3颗换1次？3颗换1次，好吗？所以现在是换我玩第1颗是吗？对。好。
好，按继续。好，那我们来换我讲那个，然后换火蛇拆炸弹。好诶。咻，这里换个场景。哦，所以是你要讲台语。没错，我爱讲台语。好，你爱讲台语，我嘛会当讲台语。你嘛会当讲台语。哦 ，OK， 安尼我爱开始啊哦。好。好来。我看卖我的手册，手册，我准备好啊。你准备好啊？好。我的名无改，我这边的名。我已经，好，你先改，不要紧。你一直开始啊？对啊，1、2、3。好，我先甲大家拍招呼。希西特安安 Emily 安安哥马子里安安欢迎。安，大家欢迎。今嘛是塞菲尔咧讲台语，火是要采迄个放牧。火是要采迄个放牧。其实迄个时间已经咧行，我敢会当。已经咧行，你要看先看倒一个？先看迄个一粒大粒的刺柳的。大粒的刺柳，好，伊真甲安那看？伊是黄色的。黄色的，黄色的，黄色的，你刺咧，莫放开。哦好，边仔光是白色的。白色的，迄个之间，一个伊的时阵放开。哦好。安尼等有过。我咧等。好。过来有足侪条电线的。电线好。迄个电线是，我看卖是几条线？6条。6条线，伊敢有圆的？你讲圆的哦，圆的有2个线，是有2条。2条线，我看卖的2条，你敢有红线无？无红线，那你夹着上尾的迄条？上尾吼，好过啊，过来是同款是4个迄个奇奇怪怪的、奇形怪状的。好，一个是白色的星。白色的星。我可以讲中文，白色的星星。好。过来是迄个猪尾溜。你的那个是哪个？我是较像一个 Q， 但无像一个 Q。好。好，过来有一个是 X， 毋过 X 中央阁有一支。中央走一支好。阁有一个是像啥物啊？这边安怎讲啊？像一个茶啊。茶啊。你茶啊？你茶啊有点无？有顶面有一个点。好。那迄是茶啊。茶啊 ，OK。有迄个 X 中间一条。好。毋对呢。有毋对，呢？袂要紧，你继续讲。好。小边。X 过来地位过来迄个白色的星。好，勉强有过啊。勉强哈，安尼好。无变去，好。无变去就是有过，安尼好。有过，是。无变去就是有过啦，安尼就好啦。这头一粒无？应该。头一粒。愈来愈困难哦。
未来有困难，无要紧，有迄个失败的迄个扣打。好有哦，扣打。是安尼无毋对，不要紧吼，飞走就飞走，飞炸飞就算了。嘿，大家做伙死。好，大家做伙死，恁拢毋免走。嘿，一个拢莫想要行。嘿，观众席的摇滚区吼。再来是谁继续猜啊？再来就，那你继续猜。我继续听。三粒的娃娃。OK， 啊头拄仔迄粒有算一粒？无算。无算 ，OK。无算。OK， 愈来愈困难，来。你准备好啊未？好啊。好。来，我看卖哦。有大粒的迄个刺柳，大粒的刺柳，好。是，伊是黄色的。黄色的大粒刺柳，你等我一个。迄个去倒位？好啊。黄色的，迄。规定是你找你按着唔莫放开。好，伊是伊边啊。红灯。是。迄个按钮是红的，光嘛是红的。毋是刺柳是黄色的，灯是红色的。红色的啊。你迄个之间，伊的时阵放开。OK， 好。过来我有足侪条线，嘛无足侪3条。3条线，伊敢有红线？有一条。有一条红线。你上尾一条是白色啊无？白色的。那你把迄个白色的卡头。好，加掉就对。嘿，加掉。过来，我遮有4个数字。4个数字。嘿啊，伊是足侪数字的。数字。对。数字是啥？我可以讲中文呢。数字就是数字。有4个数字迄个数字上管有迄个。顶面是。迄个猫纳塔无？有用无？顶面是2。2就是2，1、2、3的2。嘿。伊。你爱饲第2个迄个鸟。好。过来是1。过来是你找迄个4个鸟。数字是4个。嘿。OK。过来是4。过来是你找迄个4个鸟。好。过来是1。过来是1。你敢有记哩？伊无。相当密集的，相当密集的数字一对啊！你爱找第2个。第2个吼。嘿。好。过来是3。你爱找你对这第2个位的迄个数字的鸟。你讲我第4摆的数字哦。你拄只第4摆拄只。我袂记，我想看。袂记。我凊彩饲一粒好啊。好啊。
耶，失败咯！顶来，顶来，顶来好，迄个马纳塔第一个字是是一，是伊，啊，你找迄个第二粒，第二粒，好 ，OK，嘿，过来是四，过来是四，你找第二粒，好，过来是二，一、两，一两三个两，是你爱找你拄则迄个找的迄个数字，好，过来是四，是嘿，找第二粒，好，过来上尾，四，你爱好上咯你拄则第二段到第三段试的啊，时间过啊，我不会去啊，大家再啊，你飞去啊，大家甲你讲拜拜，哇，哇，咱今仔日短短的缘分无啦，对，会是拜拜，不要紧，会当搁顶来。来是够大，来什么？迄个，现在已经爆炸了，我可以讲中文了对吗？哦，我一直忘记。我们来世再见。好，谢谢。后世人再会。是人再会，还是那个猜到那个爆炸就换人，这样哦，好像也可以会比较好一点。好像也可以耶。那这边呢就换塞菲尔这边去猜炸弹。怎么办？我的观众都说你讲台语很可爱，他们真的是要离开我的台了。我台语嘛真认真，你敢有听到？其实袂歹呢，我都会听有哦。听是真正听有，应该是拢无问题。来，来换我猜这个第二个2之一。好，那我换个位置。好嘞，那再到塞菲尔这边猜这个2之一的炸弹了。顽固之心，有了，这边台语听力不错，是吧？Genius， Genius， 那我准备按开始喽。OK， 开始。他说这个爆炸看起来很亲切吗？但你要小心，它不亲切，好坏哦，炸弹。OK。那咱来开始。来。好，那我先看那个大颗的蓝蓝的按下。我想看下，那小个你迄个炸弹顶面敢有电池？电池有电池，一粒大粒的，一颗大颗的电池。哦，你讲顶面写气流，顶面是写什么？按下去过后，旁边的光吗？不是，迄个顶面敢有字？有白色的按下。哦，你炸弹顶面敢有一拍电火写 CAR？ CAR 电灯写 CAR、没有，无哦，只有电灯写 NSA， 还有电灯写 BLB。好，安尼你就试落莫放开。好，亮白色的光。好你数字有出现1的时阵就放开。好，4、3、2、1，有了，成功了。好，过来。再来那个4个符号的。好，请讲。一个是左上角，第一个是章鱼人拿盾牌。OK。然后再来是 X 中间有一根。OK。然后左下角是一个
写的很丑的6。好 ，OK。再来最后一个是一个哈哈笑脸。哦，OK， 好，安尼你先试迄个6写甲足歹的6。好，好，过来是迄个塔口举迄个灯牌。好，过来是 X 搁一支。好，好，过来是解掉了切面 ，OK。再来是没看过的诶，它有一个红色的箭头，然后有上下左右，还有2个绿色的圈圈。哦哦哦，哦，看来很复杂。对，我看卖哦。你然后它白色的点在左上角数来第2的第1排，第1排第2个。好，一个直行横列，第1行第一个，第1行第2个，第1行第2个。啊，伊应该有2个迄个圆箍啊，对无？嘿，绿绿的框框。诶、哦啊，2个绿绿的圈。哦，啊，迄个绿色的迄个圆箍啊是伫倒位2个绿色的圈圈，一个在第2行的第3个，第5行的第1个。好，第2组、第3个，佮有第5组、OK。啊，你讲，等下啊，白色的迄个点是伫倒位？第1行第2个。好啊，是毋是有一个红色的三角形？啊，有。伫倒位咧？在那个，我看看哦，1、2、3、4，从下面数来的，直行横列，倒数第2列的第4个。好，安尼你照我讲的来试迄个市柳哦。上下左右，好，嘿，下骹下骹正边。左爆炸了！哇，这个好难，这个好难哦，我分不清楚直行横列。这有较复杂。分不清楚。小喵，小喵午安，嗨嗨！各位新来的观众们，我们现在在跟陈火蛇挑战那个拆炸弹，然后那个看说明书的人要用台语讲。然后好像是爆炸就换人是吗？对，又要换了。我们能不能解掉第2颗？我不知道，我的目标就是解掉第2颗，好不好？这等会3个小时都在解第2颗，一进来就看到飞掉了。就是玩一玩，就台语就莫名其妙就突然变好，然后就可以了，应该吧？好了，有塞菲尔的台语逐渐进步哦，肯定的。我现在已经会想跟暖暖喽，哈，跟什么？跟暖暖。哦，拿哦。拿。哦，拿，对，等下应该也用得到。那纪念是，那就换我来拆，对吧？嗨，对，那我们应该好，切一下，好嘞，来吧。好嘞，好，那大家要陪塞菲尔看手册，然后要看拆炸弹，要去火蛇那一边看。对的，我们是一个这样复杂的观点。听起来像什么？然后火蛇的那个台的连结，塞菲尔有放在聊天室置顶那边了，大家可以去看。好，你爱开始啊？无？我已经开始啊。你开始啊？你无较早讲呢？6条线。6条线，迄个线我看卖。你看卖。6条，好。你敢有黄的线？有一条。有几条黄的线？只有一条。啊，你第1、2、3、4第4条线，迄个卡头。哦 ，OK。啊，卡掉吼，好。过来是迄个4个畸形怪种。好。一个是迄个哇啊，还好我可以讲中文。一个是闪电型，闪电是细呐。闪电。你会当讲单雷公啦。迄个电灰膏。单雷公嘿，雷公。雷公诶，
好，嘿，好，啊，还有一个是鸡龟，鸡龟就是气球，鸡龟好，还有一个是 C， 啊，搁一个点，好，还有一个是迄个 taco， 啊，夹一支讲，好，好，啊，迄个气球，哦，OK，过来，啊，到塔狗， taco 好，啊，问题点会啦，好，过来，过来迄个塔狗，哦好，安尼 OK，过来是迄个4个数字， 4个数字，好，我看嘛，迄个有迄个猫哪塔，迄个，是，好，啊，迄下，一声字，你爱找第2个迄个，好，OK，啊，迄搁是字，就是你爱饲迄个4，只能说4是号，OK，好，好，过来是3，过来是3，你爱找第3个迄个鸟，好，第3个好，过来是2，你爱饲迄个你拄则第一段找迄个壁纸，迄个啊，数字找第啊， 2个，哦，第2个好，毋对呢，好，咱搁定来，好，过来为头开始哦，过来数字是1，数字是你爱找第2个，第2个好，过来是2，过来是2，你爱找第4，迄个字等下是数字的4好，爆炸，啊，哇看不，哇，而且短短我会时间，咖喱，哇，别来过火蛇，我们会缅怀你在天之灵。谢谢，这个要记位置跟数字好难哦，可能要做一下要怎么笔记。说？你要做笔记完了，要拿笔记来记我拿一个着的，纸来，我们等一下活久一点。我久一点。看来我们知道为什好我们么宝箱怪会这么稀少了。宝箱怪拆不了炸弹。对，好了，我们现在这样炸一个换一次，炸一个换一次，大概就等于是我们每拆一颗就换一次了，不可能，不可能，差不多点。我们要有志气呀、自己，我不知道什么是志气，我只知道什么叫义气。谢谢，谢谢。好老，塞菲尔又在讲老梗了，好可怜。我准备好了。好的，让我换个位置。发现我发现改名的速度就是改我这一边名牌的速度比不上我们那个互换的速度。没有想到换这么快耶！觉得我本来想说我应该可以不用一直打字。好，那我们再准备开始喽。好啊，好啊，我随时可以。好，那我们来第2章第1颗，开始。来看这个精准描述。我们先看那个有一个上面写着暗注的黄色暗注上面的暗注是黑色的。哦，好，小等一下哦。黄色的，安尼你得饲落，啊，莫放开。好，啊，它旁边是黄黄的。好，安尼你看到数字5的时阵就放开。好，乌龟啊，好，有过啊，好，过来。再来那个4个符号的，哦，好，请讲。一个是鹿上面有一横，哦，OK。然后是张云人拿盾牌，我看卖，OK，
再来是气球， OK， 还有那个 X 写的很丑，好，它 X 尾部有一撇。好，你先饲迄个鸡龟，鸡龟是气球，对气球。过来是一个入，迄个入顶面有一撇。好，过来是迄个塔裤。好，安尼有过啊。OK， 好，过来。再来是4个颜色的，然啊，后它就是有有一个绿色、红色、蓝色、黄色，哦，好，然后现在是绿色在闪。好，你先找你迄个炸弹顶面应该爱有一堆英文，有吼。有那个 NSA 跟 TRN，敢有迄个？等下，敢有迄个一抓啊，足侪字的？一抓就这里啊，有哦好序号列是。AG4DG5。哦，好 OK。迄个你讲有4个电火吼，嘿，对一个咧闪死，迄个绿绿的，绿色的，哦，好，安尼你饲黄色的，是黄色。嘿，好，伊过来变啥物？它变绿黄。好，安尼你就饲绿，先黄色，再绿色，黄绿，嘿对，绿，好，好过来咧，黄绿，绿黄绿，安尼就黄色、绿色、黄色。绿黄绿绿，安尼就黄色、绿色、黄色。黄绿黄，安尼有。再来是绿黄绿，安尼就黄绿黄。好，过了，耶！特讲爱有志气。是，哎，我是什么台语听力小天后啊？对，你是女王呢，能过啦。有过了，太好了！容易哦。好了，终于过了第2个了，好感动。我们今天目标是几个？5个，有没有机会？有机会吧？我们说好了猜3个，搞不好可以达成我们原本的猜3个换1次这样的概念。我们才刚过第1个。好，我们要有志气，可以。有自己，那我要开始2.2喽。好，来吧。它的时限5分钟，然后它要猜6个那个方块的东西，也太多，有6个谜题要解。好，开始。要开始了，哇，紧张，刺激。他为什么一来都不能先帮我把电灯开好啊？到底？让你紧张啊！先从那个3条线的开始。好，请问敢有红线？红是红吗？哎对。有2条红线。你上尾迄条是啥物色的？红色。敢有蓝色？没有。安尼你就加上尾迄条。好，解掉了。好，过来。再来是黄色的按钮，上面写着黑色的按下。敢有？等下。敢有电池？电池没有电池。无好，安尼你就试落，莫放开。
闪蓝色的灯，暖暖的灯。OK， 你看到4的时阵就放手。好，再来一样是大颗的按钮，这次是红色，上面写白色的按下。是的，你的起落卖放开。好，旁边闪蓝色的灯。安尼赶快看到4的时阵就放开。好，好了，有点漫长。不要紧。我太早放了。不要紧，过来一摆，过一摆，赶快呢。好，过去了。再来是那个3条线，这一次是蓝、红、白。加上尾迄条。好，过了。过来。剩两个都是那个4个号码的。哦。好，然后左上角第一个是一个蛇，像蛇又像龙的东西。哈。一个那个弯弯曲曲的，然后上面有2点。有2片像触须的虫子。哦，好，我知。然后 C 点点。3叉戟。跟一个笑脸。像迄个玛莎拉蒂，敢是这个？玛莎拉蒂，你说那个3叉戟还是那个？好。过来是迄个笑面的，咧笑的。好。过来是 C。好。OK， 剩一个了。过来。剩一个，它是那个写的很丑的 X。哦 ，OK。然后 C 点点。OK。然后那个在叫的 C。哦 ，OK。跟一个倒着的问号。好，像迄个咧叫的迄个 C。好。过来是 C 个1点。好。过来是左摆的 X。过了。哎呦，会使啦！就说了，塞菲尔台语音听天才，台语听力小天后。台语音听是什么？台语听就是你可以在台语之间夹杂一些英文。哦，好啊，我是不介意。好聪明哦，塞菲尔。怎么这么聪明啊，塞菲尔？好，没关系，就是聪明都是塞菲尔在聪明啊，猜不好就是我的问题。好，没关系，你没有错的，好不好？刚才猜了为什么会爆炸了，一定是火蛇听不懂塞菲尔在讲什么啊！对，就我的问题，我最烂了，太虚了。好，没关系啊。你这个没关系啊，有几%的情绪勒索。这个嘛，这个我们那个大家听得出来就好，我们就不要说几%了。然后cheer，午安，大家午安。我们现在正在挑战，就是说明的人一讲台语，然后再插炸弹。有观众说这不是他认识的塞菲尔，他们一定是被塞菲尔平常这个温和儒雅的形象给骗了。我的观众叫我反省，是怎样啊？你的观众们可以了，塞菲尔可以挑战那个最快让联动对象脸变黑的这个了。我们现在开始多少？不到1个小时，快点！你有生气了吗？嘿嘿，扣打。你觉得呢？你觉得？等一下，那个有点老吧？你说 Pop Team Epic 吗？是很好看啦，是很好看。推荐给大家。那个好好看可以那个。而且他那个很强，他每一集都会换不同的那个声优，对，讲话的人，非常好看，真的。那我们来准备猜下一个2.2，我们也过了，那再来是2.3。我这边有人抗议太简单了，等一下如果再过的话，我们就跳级吧。再跳级，我看塞菲尔可以跳到哪边？我们塞菲尔可以跳到4.1。你认真吗？你确定齁？最快最远可以跳到4.4。哦，好啊。那我们先试试这个2.3。没问题，来。
它的说明是说，这个炸弹适合想要变得更高更强，但又不想要因为这样摔手把的人。好，好，那它有4个谜题要解，开始。请讲。好，等我一下，我再看它的，你不可以偷看拆弹手册说明。OK。好，我们先从线开始，我看1、2、3、4、5、6条线。敢有黄线？是黄线，黄线有1条，一条尔吼。啊，敢有白线？有最后1条。所以敢若有1条。好，安尼你加第4条。1、2、3、4，过了。好 ，OK， 过来。好，再来是4个符号的。哦。一个倒过来的问号。OK。一个 B。一个 B。好。B。再来是哈哈笑脸。OK。还有章鱼人拿盾牌。好，安尼你先起 B。好。过来是迄个塔克。好。过来是迄个问号。过了。OK。好，再来是4个颜色的灯。哦，好，安尼你先找迄个炸弹，敢有迄个号码？好，炸弹的序号列是3B9UB0。好，安尼你迄个是啥物色的光？蓝色的。蓝色的，安尼你是红色的？红色的。哦。2次蓝蓝。安尼你就饲2摆红色的。3次蓝蓝。好，安尼就3摆红色的。3次蓝蓝，然后红色。安尼就3摆红色的，啊，搁1摆蓝色的。好。过了。OK。再来是4个注字，上面有个显示荧幕，现在写2。好，安尼你，安尼你饲迄个第2个位的迄粒。第4个。第2个。啊，第2个数字是1。好。再来，下面显示是2。安尼就饲。同款是第2个。好。数字是。数字也是1。好，过来。然后再来，数字显示上面显示2。过来，安尼你就饲数字是1的迄个。好，第4个位置。OK， 好，过来。再来，上面显示是3。安尼你饲第2个。第2个。是。数字是2。好 ，OK， 过来。在上面显示1。安尼你就饲数字是1的。过了。耶！哇，没有了。耶！塞菲尔不可能被炸飞了吧？哇塞！说起你也是。轻松啦。轻轻松松，简单。啊，要不过如果塞菲尔这边也讲台语的话，那就是不一样的概念了，呵呵。我们有要那个吗？3颗炸弹换人，有这回事吗？有吧，有吧。那大家再见啦。火蛇了。好，我们又可以看火蛇被炸飞了。不要啦，不要以这个为目标啦，你要有志气耶。塞菲尔没有，大概菲尔很乐见于看火蛇那个脸变黑黑。你也没有的太理所当然了吧？怎么可以？好，来吧。好，那我们就换过去，等塞菲尔一下，等塞菲尔说开始，你再开始哦。好，等一下。你不会已经开始了吧？我按到重试了，等我一下。可是你还没能从那一关走出来。对啊，我走不出来呢。所以我是走不出去，接在你后面是不是？你刚刚是到2之2之3，
所以我就要从2至4吗？应该是吧？好，好，还是要从前面塞菲尔是没有什么意见的。要玩就玩大的，来吧。等你告诉我玩得好大可以，对，等你告诉我可以。好，那接下来换塞菲尔讲台语了。好，来吧。我快白好，来吧。OK。是大斗，是大斗。原来不能以火蛇被炸飞为目标吗？不能。可以让那个灰喜keep 布布为目标。好，我们开始吧。好。有一个大粒的迄个饲柳，伊是红色的。红色的。嘿。红色的。红色我看卖。伊顶管有写啥物字的字？伊是白色的字，伊写饲落。白色的写饲落。白色的写饲落。红色的吼。嘿，对。还是你饲咧都放开？哇，唔对呢。唔对，红色的加饲咧，为虾米咧？毋过我饲落卖放，伊边仔的光就是红色的。红色的，饲咧卖放边仔是红色的。红色是红色吗？顶是红色的，电火是红色的。那你迄个之间的1、2、3、4、5的时阵放开？好，稍等一下。OK，过来是迄个4个无共色的迄个饲柳的。4个无共色，好。好，我即摆失败1摆。迄个序号里讲有迄个 AEIOU 无？无 AEIOU， 伊头一届饲着的，伊即届阮有一届毋对的所在着。对，一届。好，伊即马写啥物灯？是红的。红的，你饲红的。过来是2个红的。那你嘛饲2个红的？过来是2个红的，搁一个青，一个绿色的。绿色。那你找2届红的，搁找1届黄的。好，过啊，过来是应该是无时间啊。过来是再见啊，飞侠。有6个迄个有6句话。有6句话？伊提示写啥？不要紧，即摆我啥物拢看无啊。再见啊！爆炸了！对，爆炸了！我的观众说给火蛇假情报，但不用给假情报，不必给假情报啊。我们光是时再给间限制，假情报世界。对，时间限制就可以打倒我们了。真的太残忍了，这游戏好残忍，好无情。没有那个塞菲尔讲的时候时停的功能吗？它没有那个跟999一样的概念吗？那个可能要装模组吧，我不晓得那不能跟999一样吧？斯皮跟瓦根在旁边解释那个迪奥的手下在做什么的时候，他时间都是暂停的啊，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这游戏不公平。怎么办？这样火蛇有办法猜到一颗吗？怎么办呢？我们有亲手教学的那一颗啊。对，好，我们保底1颗了，可以了。保底1颗有了啦，可以了啦，满足了。足够了。那就再换你咯。就再换我了，这么快的吗？可是你要我再猜，我也可以哦。好，那给火蛇再猜猜看好了，我就不信邪了。我们现在就换成火蛇成功拆1颗，再换回去。我的观众就要陪塞菲尔看这个解说，看200遍。看200遍，好，来吧。来吧，你开始了吗？对，我开始，我非常有效率。好，都几类？你要看不？OK，有3条线。
三条线，伊敢有红丝的线，红线，无红线，你卡第二条。哦好，过来是数字的，数字的，有4个数字。好，你即摆是开始对管。即马就是你爱找第四个。好，第4个是3。好。好，过来是4。过来是4，你同款是第四个。好，第4个啊，同款是3。好。好，过来是4。过来是4，你爱找数字4。数字4，好，第3个位。过来是4。过来是4。过来是4，你爱找迄个，你字啊。迄个，不是迄个，你找迄个第4个，第3名。第3个。第3颗。哦好，唔对呢。哦。好，顶来。记不起来？顶来好。是4。伊是4，找第4个。第4个好，第4个是3。好，过来是1。这个是1，你找数字4。数字4，好，第3个位。过来是3。过来是3，你找迄个第3名。好，第3个是1。第3个是1。过来是4。过来是4，你过来是4，1，数字1。数字1。那你找迄个，伊大概是第3佫唔对啊呢？我袂记你头一摆上早市的迄个位置，我袂记你，我记不起来。袂要紧，应该是袂赴啊。大家再会耶！大家再会，叫袂起来，我袂记你迄个我会得找迄个小画家，等我一我来下。记好啊，我即摆真正有摕纸啦，我有纸可以写。有提啥？好。好，那等一下有数字我就负责记。OK。安尼个顶来吼。好。好，来哦，开始哦。好。来，过来看无？看无？有够哦，大粒的迄个刺柳是哪色的？哪是的？迄顶管写写迄个刺条，是按住啊。刺条啊，毋是迄个，白是的，毋是迄个。伊敢有电池？电池有哦，一两4粒哦。4粒。还有6点。伊敢有迄个 FRK？我看卖哦，无 FRK。你试着莫放开。OK。哪色的？哪是蓝的？嘿对。迄个时间死的时阵放开。哦好，过来是迄个有6个词。书。嘿，6个词啊，不对，有6个词。对，我可以讲中文，有6个词。然后那个有6个词，迄个 money 它有写啥？写 they are 的缩写 there。there THEYRE。你做你去做第3个，第1排第3个。第1排第3个。唔对呢。为啥物嘞？好过来哦，伊是写 L， 他写 LED。LED。
第一段的数数。LVED 啊，是个，你迄个第一排第三个字去写啥？哦，他写你呀、写你，伊敢有你我顶挂写的物件，你有听到你就试落去哦。哦，好迄个门中，OK， 好，过来。东泽好，啊，伊模拟他啥？他现在写 nothing。啥那是？你第二页第一排第两页是啥物字？不对。是毋对，我看嘛，我等我一个，毋对，你看我讲落去哦，毋对，你的啊，袂好啊。哦，伊这敢若3分钟呢，很快呢，才只有3分钟。上紧啊，啦看无啦，上紧啦，伊要看一个，啊，搁有啥物有讲足侪字，会对应啥物字爱试落去。哦，干那就麻烦的吼。对呀、火蛇又再见了，我们怀念它。那还要再调整。火蛇要再报吧？你是传奇耐炸王。传奇耐炸王啊！好，可以啊，可以啊。那我要开始喽。好。好。但我发现有一些题目感觉比较难诶。有一些比较简单，看运气。看运气。好来，我有4条线。4条线，你敢有红线？有2条红的。有2条红的。啊，你迄序号上尾敢有数字？有，上尾是3。上尾是啥？你卡到加掉迄个上尾的红线。过来有4个数字。4个数字，好。好，来是2。数字写2吼。嘿。你找第2个。好，伊是2。好，过来是3。过来是3，你找第1个。第1个，好，第1个 ，OK。过来是数字1。数字1，你找迄个，拄则你找迄个数字。哦好。过来是2。2，第2，我看觅哦，你爱找第2个。第2个，毋对。为啥物咧？顶来，伊是3。伊是啥？第3个。第3个好。过来是3。过来是3，第1个。第1个好。过来是2。2，1、2、3个迄个2。是你爱找迄个，你拄则找迄个数字。哦好。佫毋对。为啥物咧？智能啥是中吼？过来顶来是2。是第2个。第2个4。好。过来是4。过来是4。嘿。啊，你爱试第2个。第2个好。过来是3。过来是3，你爱找第3个。第3个好。好，复杂。为啥物咧？因为时间无够。时间无够，这个我，数字会这个较困难。我会袂记你啦，我袂记你啊，记袂起来。安尼要搁，我要继续还是我要继续吗？看你啊，你敢有爱继续迄个放步？不然我们还是炸3次也换人好了。好啊。无迄个，大家会看腻吧？
迄个大家都会伫会写迄边，迄个这样不棒不棒，对，有一家火车那边被炸飞。对，请来我的摇滚区跟我一起被炸飞，谢谢。在摇滚区被炸飞。艺术就是爆炸，我的观众们已经欣然面对了。不是啊，我的观众们，你们不是应该帮我记吗？你们不是应该互通一下有无吗？毫不犹豫叫观众帮忙作弊耶，塞菲尔，不可以哦，不可以让观众帮忙作弊啊，不可以吗？不可以吗？可以吧，我的观众们应该去那个偷偷去火神那个台，然后说哦，塞菲尔是这个意思哦，这样。那也来不及吧？延迟太久了，真的耶。好，那火神要再来一遍吗？好，那换我来读手册是吗？好哦，那我去那个拆炸弹。好，来吧。OK， 那我们从第几个开始啊？你要往，所以我们还是2.4吗？我们一样是第2之4。我们刚才是，应该是2之4。对，因为我们2之4。还是因为刚才那个塞菲尔解的太顺利了，我们直接杀到那个4.4。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哈红。对，反正这次炸飞的是你，我没关系。可恶，我的观众说他要吃冰看戏了。那我也找个东西来吃好，没有啦。居然那样塞菲尔会怎么说的？塞菲尔会那个贴不？对耶。好，不要增加无谓的难度。可以啊，塞菲尔是这个台语听力小天后了，没有无所畏惧，无所畏惧。我还真的有准备吃的，哈哈。好开始。真的哦，这么好。它这个4.4的说明是说，只恨自己手长得不够多，什么意思？这应该会很忙哦。什么意思？好，那我要按开始喽。哦，好啊，我吃一下。开始。好，来。这边要开猜。是读手册的人说台语就好，你们说塞菲尔是不会增加无谓的难度的，很聪明。我看一下，等会看不懂他那个先从看得懂的开始好了，有4个符号。OK， 请讲。然后猪尾巴，路上面一撇，白色的星星跟比较长的猪尾巴。知道。哦。哈？较长的地位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溪，然后下面牵了一条出来。OK， 好，地位溜。炸了！哈？什么？我好像听错。好吧。好吧，你不用多久就直接炸掉。好吧。直接开。那再重试一下，反正我们这边也是炸个3次再换人。好 ，OK。成功的话，成功3次换人，炸3次也换人。好，换人换得很随意，非常合理。还没吃到点心就爆炸了，天啊！当你的手放在包装袋的那个瞬间就炸掉了。没错，我想说我要悠闲的读手册。棒，棒炸弹。然后开始咯，先从那个4个符号开始。X 中间有一条。然后那个你说之前说的那个什么裤子上面有一个东西是不是？是 W。OK。然后猪尾巴。还有比较长的猪尾巴。所以先为迄个底啊，就一个 W。好。过来是较底的地尾溜。好。过来是 X。过了。OK。再来这个的话，它是左边是1、2、3，右边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为什么？我还在解，它怎么就炸了？怎么回事？什么东西？它上面写说是那个特殊排气，
特殊排气是什么？哦，跳关跳的太多，以至于还有那个另外一种，就还有那是个你要定期去弄一下，啊，居然还有这东西，不是这太难了吧？真的很麻烦。台语听力，台语听力小天后就败在这个，这不是败在台语听力，这没办法。不是败在台语听力，是败在这个太多特殊太难的排气东西了。好，再来一次哦。先看那个上面，应该是特殊排气是这个吧？上面是一个拉杆，红色的。然后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显示萤幕，现在开始在倒数，什么36、35、34。啊？你说的是特殊的啊？不是，我在讲台语，你是讲哦边啊有一个量表，旁边有一个量表，它在渐渐的往上。哦，迄支就是你伫迄个伫迄满进前，你得爱去饲迄支，甲迄那啥，得饲迄支就对了。我要自己去把它往下压，是不是？哎、对对对啊，不对啊，怎么对啊这边也爆炸了？什么意思？啊是吧？哎、啊，伊写啥？伊嘛是写迄个特殊排气呢。它特殊排气除了那个要往下压之外，它好像还有另外一边写着是否排气的哦东西，OK，所以是那个也要按哦。全都要顾哇，，好难哦！对，那个都要顾。所以他才说那个啊，你只会觉得你手不够多。太残忍了。嗯，哇，这次是有2个，我看看哦。所以那个是否排气那个是我这边直接按4就好吗？嗯是嗯，是。好，那先从那个4个数字的开始，4个符号的开始，一个是鹿，然后一个 X 中间有一个符号，然后短一点的猪尾巴跟白色的星星。好，安尼你先饲迄个 D 尾溜，好，过来是 X，好，过来是 Z，好，再来的话是1、2、3、4、5个英文符号，然后分别是 JGIPP， 然后上下有2个，他们都有2个符号可以按。哦，啊，小等 JGIPP， J， 好，安尼你先饲迄个头一个字母啊，你甲我讲有啥物字母通选？好，一个 JQBWVH。 JQB 哎有 B 啊有 W 有 H， ，JQB 对，有 W 有，还有那个胜利 B 跟 ABCD 的 B 都有。要死！好，啊第2个有啥物通选？我看一下哦，第2个是 GQKHAD。歹势，你去讲一摆。头一个有 B VHJQBW。好。啊，你讲第2个有那个 G， 然后 GDAHKQ。我看嘛。J Q W， 啊，第3个有啥物？
有 IRCPFE。你敢会当拼 WHERE？ 我试试看。可以。好，安尼你的起来。好，过了。好，过来。再来是那个又是那个白色的点跟红色的箭头，但它这一次没有绿色的圈圈。啊，好可怜。有了，绿色的圈圈，因为刚才灯光暗掉，绿色的圈圈是在从上面出来第2列的倒数第2个啊，时间不够啊！可恶，就说这个很难的，可恶！有人说什么今天这么有气质？塞菲尔一直都很有气质吧？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努力加油了！Daisy 午安，然后大家午安，嗨嗨嗨嗨！塞菲尔刚才一个爆炸，一个爆炸，果然那个一下子就挑战到后面的难度太困难了吗？我们要倒回去一点吗？好像该倒回去一点。那接下来是换塞菲尔讲台语的时刻了。所以我们要回2之4啊。回到2之4。好，没问题。没问题。火神能不能够突破2之4？跟塞菲尔可不可以顺利越级？我怎么觉得我愿望比较卑微啊？你的因为那个塞菲尔讲台语人凳嘛。好，你准备好了吗？有观众在给我讲一些很糟糕的，在给我讲一些那个什么了，在给我讲一些。请问这算是一种诈香吗？怎么了？你最近喜欢的 VTuber 有一整个香不见了的样子吗？我也这样才是因为我忘记持续拉那个，可是那个拉杆在他背后太卑鄙了吧？不行啊，你还是要拉。在他背后太卑鄙了。好，那等我一下，我换个画面。这算不算是一种炸塞菲尔？等会就是炸火蛇了，你们等会都去那个火蛇那边看，你们要陪。等会就是炸火蛇。你们在这塞菲尔当这个拆弹专家的时候，只能跟塞菲尔一起看手册而已。想看被炸的宝箱怪吗？去看火蛇。谢谢。等一下，等塞菲尔说开始再开始哦。我知道，我已经学会等待了，我也是有太好了呢。Stay。好。塞菲尔喊狗呢，过分了。没关系啊。Stay。要挑战那个吗？让联动最下最快脸黑的记录。又要脸黑哦。又要气死了。要再把火蛇气死。Stay。火蛇旺旺。太夸张了吧？超级失礼这样。不行我觉得这是你的观众会想要的，他们会。火蛇旺旺。他们平常有这种吗？你说我平常会不会叫观众旺旺吗？对啊，我相信我的观众就算塞菲尔不说，都会自己旺旺的，对吧？真的假的？快点，趁现在他们那个，趁现在他们没有办法，就是左右边一起看的时候，赶快照他们的谣。我原来观众都是这心甘情愿的在那边喊旺旺的。原来如此。造谣，真是辛苦大家了。没有啊，当狗也很累嘛，对不对？就是快旺旺。我们要拆炸弹了没？好了，开拆，那可以按开始喽。好，来吧。等一下，在载入中。好。有6个词。有6个词。我可以讲中文。对，有6个词。
然后上面有一个啊，荧幕迄个莫拿塔写下，空白，啥都没有，真的啥都没啥有。都无。啊，你第一列第三个写啥？写完成。完成。好，啊，我讲落去哦。嗯。迄个当然唔对。哦，OK。后一个好。啊，伊嘛加写啥？伊嘛写 says says。says， 那你第二排第三个写啥？什么？虾米哦？迄我讲落去哦。虾米？左边？错了，重来。唔对，为啥？不晓得。那上面写 they are。they are。迄个 THEYRE。对，是。好，那你第一排第三个写啥？您。娘。好，我讲落去哦。当然，您是。哦，OK。后一个，它上面写 CSEE。第二排第三个写啥？没东西。冇物件哦，好。我讲落去哦。你左右怎么讲？正平。正平。OK， 过啊。过来是四个迄个奇奇怪怪。四个奇奇怪怪，好，伊写啥？一个是 B。一个 B， 好。一个很丑的6。好。然后一个 X 加一根。好。还有一个笑脸。好。迄个金摆的啦。迄个 B。一个 X 中间。OK。那个笑脸。维护啊。上尾是啥？爱锤的对哦，可以讲中文。要找那个绿色圈圈跟那个白点点跟红色三角形。哇，那个我还没看过哎。那个很复杂呢。看过前面，我看一下它的位置它是在说明书的哪里啊？好像有点后面。有找到了迷宫模组是吧？对，就是它。迷宫。这你应该熟吧？熟悉是熟悉，但它变成这个样子我就看不懂。OK。直行横列是那个吧？那个直的是直的是行，横的是列。应该吧。所以那个我应该要讲列，然后往上下这样。要用四周的方向电指以白色光点到红色的三角形，然后用绿色的圈圈位置来确定迷宫。好，那你要再挑战看看了吧？好，来吧。好，是大的。好，我们就从迷宫开始吧。好。一个日的伫倒位？在那个11跟14。好，迄个白色的伫在24。红色的伫我看一下，在53，不对，63，讲错了，63。上尾第三个。对。好，你食饭的迄个手。右手好，正手 OK。正手围着上尾。OK。你个往顶悬行着迄个红红的。好，过来是市柳，是蓝色的。市柳蓝色的，蓝的。市柳蓝色的，蓝色你要迄顶悬写啥？写中指。
安尼饲咧莫放规，好，伊是黄色的，是迄个时间高的时阵放规。哦，OK，好，再来我有那个6个词跟一个荧幕。好，玛娜塔夏。他说 You are Y O U A R E。Y O U A 啊，第二排第三个字。不惊叹号。好，我过落去哦，空白。A 等咧，休息。OK， 过来，过来是 R E E D。R E E D 第一排第三个字是啥？先等一下，等一下。先等一下。啊，你是你完全。OK， 想买。一下 S E E。第二排第三个是啥？你是。你后一个亲像是唔对，虾米问号？唔对，好，过来 R E A D。第二排第二个。变去哦。变去啊。这个好难选哦！我要看你那个显示荧幕上面的，然后说他会要看我跟你问的第二个字，然后我要说后面那一排的字词，要让你按最先出现的那个。当然有些词长得太像了。真的。对，我们差一点呢，差一点。差一点点，太好了，火蛇有机会可以救到你了。再一次吗？好吧。对啊，可以啦，你可以被救。不是说炸3次吗？你有被炸3次吗？还没吧？有吗？这是第3次，现在是第3次。来吧，我开始喽。好，先从迷宫吧。好，这个绿绿的圈圈伫倒位咧？在51跟35。51。51跟35，迄个白字的伫咧。在46。红字的伫咧。在54。你说白字的伫咧。顶关。你往上。顶关1、2、3、4，顶关4。OK。食饭迄个手1。OK。顶关1。顶关1，好。食饭迄个手1。OK。三落去。OK。唔对呢，弄别呢。弄别。好，过来，过来。好过啊，好。过来是迄个6个词的。6个字，好。Y O U R。Y O U R。第二排第2个。你的。唔对，你是。顶来。错了跟不对，我都只能讲唔对啊。好，再来 R E D。R E D。第二排第2个。左边。食饭迄个手。OK， 好，过来是 S A Y S。第二排第3个字。好。中间，然后
不惊叹号，好，白虎，没好啊，完啦。哇，哇，这个唔对，讲唔对，我这个音节唔对，我是要安怎咧？哎，对啊，这边安怎？对，这是要安怎咧？哇，还是这个勉强讲中文？你讲伊，不然可能真的没办法哦。你嘛是无法对啊，迄个唔对就会一个当点唔叫，啊你唔叫，佮有啥物会当讲的方法无？哇哦，我讲，嘿，啊是迄个巴布，巴布是对一个，巴布是对一个，我看卖。嘿，你爱讲，巴布会对在迄个，啊嘛是唔是啊？唔对，巴布唔对，啊唔对是唔对，唔对是唔对，错了都有巴布。呵，OK，安尼我记会起来，OK，好，呵，安尼你要换人还是继续？看你，好，来，过来，好一定过，这摆一定过。 ，OK，我 OK，找到迄个问题的所在啊，对，这摆一定会使啦。好，来，最带劲， 6个词的，好。好，Y O 一定 U，关下 YOU，第二排第二个字，您，您当然，你是你的，您是，唔对，过来，嗯写 display DISPLAY， DISPLAY，第二排第三个字是等等，不惊叹号，哦，诶，根唔对，为什么咧为什么咧？哎过来 RED， ？ID 第二排第二个。好，好，哈，中间 OK，是 Y O U， YOU 第二排第二个右边，右边，忘唔掉，忘物件，预备哦，起，过来好，UR， ，UR 嘿，就2个字母，第二排第二个。您，因为 UR 是 YOUARE 吗？不，就2个字母而已，UR 2个字母，迄个抽卡迄个第一排第二个拍摄，第一排第二是您是，上顶怪迄个第一排第二个您是，您是您的白虎啊，写一个，哇，这个时间卡哩，无够，这个时间不够呢，哇这太难了吧？要再一次吗？要说服彼此，就是这个可以用中文讲吗？你顶关迄边的观众敢会用接受？应该是拢会使啦。这个就困难的，互我讲中文好无？互我讲普通话好无？拜托啦！你问你的观众会使，我都会使。安尼也敢会使？来，伊无爱甲我讲话，我就当做伊会使啊。太霸道了。伊讲好啦，哈，伊讲好啦，那就好啊，可以了。好了，我们可以安心的解了。好诶，好，这次一定。那我开始了，这是一定好。咱先为什么咧？迷宫好，迄个绿绿的框框伫倒位32跟15， 32跟15，好，迄个白色伫咧在21， 21，好，迄个红色伫咧在
在五一。1、2、3、4、1、2、3、4、5。好，那安尼你对迄个你食饭的手往直直行到迄个红红的就好。OK，过来是4个奇奇怪怪。是奇奇怪怪好。有啥物物件嘞？一个是很像 P 公车站牌。P 公车的啊好。一个是毛毛虫。妈妈虫好。加糖，然后有一个是玛莎拉蒂的那个三叉戟。好。还有一个笑面笑脸。迄个玛莎拉蒂啊，都笑面。OK。啊，都公车酱迄个。公车站牌吗？嘿嘿。OK。过来是4个无共色的。迄个灯会闪，迄个。4个会闪的，对。啊，迄个序号内敢有会无会 EIOU 吼？无。啊，为无失败的物件吼？无。好，啊，即马是啥？绿色的。绿色的，那你是绿色的。好。等下。过啊。过啊。过啊。无棒棒。无。过了，耶！火蛇活下来了，终于。运气不错。好了，没有遇到那个不得不讲中文的谜题，太好了。还好，那个迷宫也算很好走啊。对啊，迷宫运气很好呢。对啊，有时候真的要靠运气。恭喜哦！不是。太好了 ，RNG 对了。太好了。太好了，火蛇活下来了，那也要再接着继续吧，下一关。好吧。好吧，还是你想要那个讲手册了？来，给你一个，来你看看是。我们刚刚拼了。下一个是3之1了。对啊，下一个就是3之1了。好啊。那塞菲尔从3之1开始。是你猜啊？是吧？是吗？可以啊。好啊，那我再猜。好啊。再换回来。一定行。那我再换一下哦，嘿。那等塞菲尔一下下，我改个那个。OK。又在改东改西了呢，塞菲尔。好，那我要开始喽，从3之1。好，来吧。这个开始。我看买迄个，有一个大大的蓝色按钮，上面是白色的按柱。你炸弹顶面敢有电池？电池有一个大粒的。一粒尔。嘿，一颗。安尼你着试落，莫放开。边仔写白色的白色的灯。你看到数字1的时阵，就放手。好。好，过啊。OK。有一个这个好像是要摩斯密码的，完了最不会这个。对。它上面有一个黄色的灯，然后上面是写，它现在是我开始那个黄色的灯了咯。好。我要怎么知道它从哪里开始啊？我的天哪！伊伫迄个逐摆结束的时阵会停较久。好。亮2次，然后一直长的亮2次，3，哈，我看不到。
停比较久，我感受不出来它停比较久啊。哇，哇！然后开始长按，然后2次短。哎，不对，这次好像停比较久，那是闪3次，然后闪了2次，又闪了2次，又闪了2次，然后1次长的，2次短的，这样吗？看不懂。我听无。我嘛是看无。啊好。还是我们先看那个6个的。哦好。6个的上面是显示 layer YEHYARE。OK。第1排中的。没错。是的。好。正平2中修身。哦好。OK。再来是 S11。S11。伫倒位啊 ？S11哦。第2排的下开。好，首先。好。倒平。好。无错。过了。好。再来是一样 S11。哦，安尼同款是第2排下卡。完成。当然。过了。哦 ，OK。啊，就差这一个模式密码了，完了。哇。没有。它模式密码上面是说要看几个？还有说吗？会有5个字母。有5个字母。所以模式密码会要挑5个字母，它应该要5个轮回哈。我看一下。长的2次，短的1次，短的，长的点点。闪3次，然后1短1长，再闪2次，然后再闪2次，然后只能用猜的嘞。我想不出它开始跟结尾。哇。闪3次短的，然后闪2次短的，再闪2次短的，再2次。还是我用打来说会比较快。哦好，你试看卖。好，我试试看。打打打打打打打。等下。打打。你等的底拢是打。打打。因为我不确定它会延续多久。应该是会有一个长的，一种是长的，一种是底。你敢会当讲长甲大？好，我试试。试看卖，试看。敢若是无时间啊！哇，这伤困难啊！这伤困难啊！我看无模式密码啦，我看无啦。安尼没有啦，顶来。顶来，顶来。试看卖敢会晓碰到无模式密码的，安尼刚好。嘛，敢若会当安尼吼。OK。再来一摆哈。好，来。有一个白皙啊，不对，我可以做中文哦。有一个白色大大的按钮，上面写黑色的中指。好，按钮。白色啊，迄个炸弹敢有写 CAR 的电话？CAR 没有。炸弹有电池无？有2颗小的。你敢有写 FRK 的电话 ？FRK 没有。哦，安尼你就试落，莫放开哦。好，旁边亮红色的。好，安尼你看到1的时阵就放开。好，放开了。OK， 过来。再来是4个数字，然后上面显示萤幕写4。可能要记了。我来写。
啊，你讲写啥物？写4啊？4。好，安尼你饲第4个位的饲钮。数字是1。啊，过来。再来上面写2。安尼你就饲，同款是第4个位。数字是2。过来。再来数字写1。安尼你饲，数字1。不是数字1。上面写2，重来咯。哦，歹势 ，OK。即摆是写1。现在写2。安尼你饲第2个位。第4个位数字是3。不是第2个。这个是个不懂。好，没关系，还有一次上面数字写3。好，安尼你饲第3个位。第3个位数字是4。好 ，OK。过来。数字写1。好，过来，安尼你就饲数字是4个。第4个位置。好，过来。再来数字写3。安尼就饲第3个位的。数字是1。好，过来。再来数字写4。数字是4，安尼就饲第4个位的。好，再来最后一个数字写4。安尼你就饲数字是1的。数字是1的，好，对啊。OK， 再来是那个6个字要拼密码的。第一个字有 S N Y P C X。S N Y P Z X。对。然后第二个有 N L S P C I。我现在房间里在闪红色的灯。搁有个，搁来有啥？搁第3个。第3个是 N G A M J Q。安尼是等一下。好。这爱找较久的。好。这敢会当拼 place P L A C E。不吧。哇，时间无够。不吧，时间不够啊！哇，过分啊！哇，太难了吧？这不是才1/3吗？不是才1/3，怎么就这么难了？不公平有没有实停暂停的功能哦？游戏我需要那个，有没有讲解时可以熟停的能力？给一下啦。小气，小气，这游戏小气。反正这是我炸第几次了？完了没有在数完了，完了，还是再试一次，再看看换人。好 ，OK。好，我们再重试一下，希望不要遇到摩斯密码的，我们有点看不懂摩斯密码。好，我按重试咯。OK， 来。那我们先从那个上面有6个字的那一个开始好了。上面荧幕写是 BLANK。我找一下，不是第2排的中。第2排中间是没错。好，正边2。架柄是右边吗？对，对。好。中。再来是 RED。RED。好，安尼就是正边的中。架柄的中间不惊叹号。抗背2。抗背是什么？抗背就是抗背就是白白拢无物件。那没有事。第来，过来是2。
过来是过来顶顶的等的啊，过来是修仙。好，再来下一个荧幕写 READ read 好，安尼正边的中，什么问号？李，毋过较有礼貌的迄个李。好，过了。OK。再来是1、2、3、4、5个字母要找密码的。第一个是 F、Z、C， 然后胜利 B、K、B。等下我找无。好，歹势，你讲有 F， 然后 C、好， C， 好，然后胜利 B、好， K、好， A B C D 的 B、好， F， 好，好，然后第二排是 O、D、胜利 B、S、Y、C。第三排我接着说， OK。下个 U、Y、W、X、G、R。先安尼，我找一个。好。F C K C K。你讲我度拼 could C O U L D。C O U L， 没有，最后一个没有 L。OK， 你刚好度拼 found F O U N D。F O U N D 可以。那再来剩最后一个红色的按钮，上面写白白的中指。红色的。红色的。好，我找一个。你敢有电池？电池有。几粒？4颗。敢有 FRK 的电火 ？FRK 的电灯有。安尼你就切就随放开。过了。耶！可以可以。成功。台语听力王者。再一次，会使啦，会使啦，会使啦，可以啦，可以啦。有了我们拆弹专家火蛇的协助，好不好？轻轻松松，游刃有余。恭喜，太好了。来一个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我已经不知道连滚带爬几次了，但好的耶。没关系，就看火蛇那边连滚带爬，哈哈。谢谢，谢谢喽。对啊，你的观众很有参与感啊，他们可以看你在摇滚区连滚带爬，又连滚带爬，谢谢。又连滚带爬，到底开始计数，火蛇会在这一次跟塞菲尔的联动之中连黑几遍？有在数哦。数起来，数起来。拿出那个小本本记一笔。观众帮我记着。11月8号下午3点29分。火蛇被塞菲尔气到快中风了。是的。那换我继续猜吗？还是？可以啊，可以啊。那我们到8-2。8-2哦，好啊。不是8-2啦，3-2啦。我想说真的。我没有办法跳到8。太恐怖了。他最多也就到第7章而已，而且我第7章按不了。他不让你玩，好。他不让我玩。他只跟我说我还太菜了，要我从3.2开始，叫你多练。你菜就多练。那我按开始喽。嘿。OK。还要再提醒我不可以偷看拆弹手册了。他觉得你会偷看。他一定不知道我是轮流看的。我们先从那个1、2、3、4、5条线的那个开始。好，5条啊！你上尾迄条是啥物色？
黄黄的，诶。啊，你找你的号码，找我的咋大号码，号码？上尾猫到 AEIOU，啊，啊，选位是数字最尾是5。安尼你加第4条。不是呢？啊，5条线呢？对啊，上尾迄条是黄的。哦，我讲不对啊，靠！有红线无？没有红线，有乌线无？有黑线1条。加第1条。过了。好，过来。再来是从上面接到下面的线，然后1、2、3、4、4、5、6，一共6条线。然后上面的话是亮着灯，下面的话是有做标记。亮着的灯是第1个跟第4个灯亮着。你讲有几条啊？1、2、3、4、5、6，6个从上下连着的。安尼咱一条一条来看。好。好，第1条你讲顶面有电火无？有。有哦，然后蓝色的下面也有画一个星星。哦，好，实在是看无。他的手册写的超复杂的。有电火，有星，啊，你讲什么色的？黄黄，不对，蓝蓝的，蓝蓝的。敢若一个色，敢若哪个？都有一个颜色蓝色。哦，看无。好，卖加后一条。然后红色的没有灯，也没有记号，单色红色。卖加。再来红白缠在一起的，没有灯，没有记号。卖加。蓝色的跟第1条一样。安尼同款，所以是无加吼，安尼就卖加。好，再来第5条是白色单色的。好加掉。割掉，过了。OK。最后再来是会闪的那个4个灯，现在在闪蓝色，然后我们有一个失误。你讲无音对吧？无音是啥？无音，无 AEIOU。无 AEIOU。你讲哪色的啊？蓝色的。安尼是哪色的？2次蓝色。安尼就是2盖哪色的？蓝蓝黄。安尼哪色？绿色。过了。耶！对。恭喜耶！太好了。太简单了吧，哇！怎么会有人会因为这样子，然后那个爆炸是吧？火蛇，是吧？怎么会有人？是吼。怎么会有人爆炸呢？对吧？我们宝箱柜里面没有这种笨笨的吧？对吧？火蛇，是吼。是吧？11月8号下午3点34分。又是飞塞菲尔气到脸黑。完蛋了。会吧？有吗？没有吧？没有啊，没事啊，没有怎样。你这个没有啊。没有啊，绝对没有那个心结，然后从此不再邀请塞菲尔啊，没有吧？对吧？应该是没有心结对吧？不会在这里讲啦。完了，等会下播就会看到推特上面就是什么避难所说，就被封锁，然后避难所上面说什么联动礼仪，联动礼仪？问号？没有啦。完啦。那要换那个我讲台语了吗？好，来吧。好。这样玩哪一颗炸的？那你要玩哪一颗？
刚是阿里巴巴3只，也可以跳着玩，3只2。那我们就3只3吧。好，可以了，可以了，我手册也准备好了。好你各位观众要陪塞菲尔一起看啊！塞菲尔看不懂的时候，你要跟塞菲尔说啊，互通一下有无，好不好？真的是哦。那真的要开始喽。好，好，来吧。来，我看卖有迄个奇奇怪怪的，奇奇怪怪的4个，嘿，一个 B， 一个足歹的6，一个笑面，一个塔裤。后面一个大口，一个 B， 等我一个吼。搁一摆，一个 B， 然后一个旧派啦，搁有一个塔哥，搁有一个俏面吼，那里是了金派啦，啊到 B， 啊到你讲迄个塔哥。OK， 好过啊，啊，过来有迄个马经，咪讲。美酒好，迄个白白绿绿的是咧53跟46。53，53，嗯。53，然后46，好，迄个白色的是在3北斜的43，那里12，迄个红的迄个在12，那里顶管找一个，啊，食饭迄个手找一个，啊，你顶管找一个。啊，都毋是食饭迄个手直直行，过来咧。过来，就直直行到迄个红石的，毋是迄边，唔对呢。啊，毋对，那你转去迄头前的，顶来迄个已经爆炸，已经无啊。不要紧，过来。是的，好。过来是4个奇奇怪怪的。好。一个足歹的6，一个足歹啦。还有一个是 A 甲 E 连做伙。A 甲 E 连做伙好。还有一个是玛莎拉蒂。还有一个是，迄个啥？2支，啊，毋过中还有1支。2支，像迄个啊，我可以讲中文的，一个不等于。一个不等于 YY。YY。啊，那你是了足白啦。好。迄个 YY。好。啊 AE。好 ，OK 过啊。啊，到玛莎拉蒂。好，过来是 ABC 加123。ABC 加123。这嘛是电线的，啊，伊电线是数字加 ABC 的。电线有数字加 ABC 的，哈？较后壁。我看卖，我看伊讲啥？伊有几条红线？即马无红线。即马无红线。第一条是1到 A 是乌的。伊顶管有迄个往上东往下的迄个切钮吼。对。啊，你找一个，你找一个看有迄，唔对啊，当前面板都检测确这些不要换到几管，哈，无红线吼，无。好看嘛，迄个无红线啊，即马有啥物线？乌的，一条。拢乌的。一条乌的。无其他的。
只有一条乌的哦。有人伊就甲伊卡掉。你是？过来是红线，是4到 C。4到 C， 你甲红线卡掉。过来5到 B 嘛是红的。到 B 嘛是红的，对了，青条 B 吼。5到 B 对。角度。6到 B 嘛是红的。B 嘛是红的。无爱加。过来7到 A 是乌的。7到 A 是乌的，角度。过来8到 A 是蓝色的。8到 A 是蓝，无爱加。过来9到 B 是蓝的。9到 B 无爱加。过来是10到 B 嘛是蓝的。10到 B 爱加。过来是11到 C 嘛是红的。11到 C 嘛是红的。即马是第几条红线？我想看觅。第4条。10到爱加。好，安尼过。过来是4个无共色的。4个无共色的，好。有迄个 AIOU。有迄个 AIOU， 阮讲有毋对的所在，无毋对，即马是。即马是蓝色的。蓝是，你爱穿红是。绿色。绿色你爱穿黄的。好过啊，过来是上复杂的，足侪迄个无共的电线的。无共的电线的。好。好，头一条是有电火白色的。等我一个。看无啊，这是叫啥？伊嘛无说迄个颜色，第一条白红色的。无白色的，毋过已经袂已经爆炸。不是，它这什么意思？这复杂线路我怎么这么复杂看不懂啊？哎呀，它真的叫复杂线路啊，已经要做复杂的啊。每种路线的组合要根据下面的集合度决定是不是要剪掉。你什么意思？考数学。什么意思？什么？这是考数学？什么意思？没有啊，很复杂就对了。他说什么延伸阅读附录 B 一样阅读什么款式？等会我先研究一下他的那个，我研究一下他的那个说明书。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个复杂线路什么意思？好像，我看一下哦，它有4个圈圈嘛。就是那个。对啊，它有4个、3、4个圈圈，然后圈在一起。对啊，然后好像如果就是那条线如果有红色的话，就要看这一个圈圈的里面。圈圈的里面，然后照它上面的那个集合里面的字母，是不是？对，照字母决定要不要剪。所以它线路有红色，然后有星星标记。假设它现在是线路有红色，然后有星星标记，所以是一点一点的。然后没有 LED 灯，所以会是 P 这个。所以如果炸弹有这个 para 是 para 口取口又是什么？好像
在那个什么最前面吗？反正他好像有介绍那个附录 C 是不是？哦，在附录啊，对对对，附录 B 跟附录 C。哦，一大坑的，谁看得懂？谁看得懂？我觉得复杂线路应该真的是最难的，那应该是最难的。真的嗯，啊，我觉得摩斯密码也好难。哦，那个也很难，这两个应该是最难的。谁看得懂？还好，它之后如果自由模式的话，它自由模式可以选那个禁用某一些，就可以把它变掉。对，火蛇现在可以开那个了吗？我有自由了，我有自由了。你有自由了，那我们可以玩自由了，太好了。那不然我们今天结束前就玩一下自由好了。啊，那我们先去玩自由，你先，我先。你先猜，我先猜。不然你先猜，你猜一次啊，我猜一次，这样。啊，好啊。好欸。好欸。等不及了。我们自由游玩。在选项哦，在设定选项那边可以，好像可以禁掉你，可以在自由模式禁掉你不想看到的模组。啊，真的吗？我看一下模组上，它只有写那个模组，我这边只能选模组数量为什么呢？它那个自由游玩是自由游玩，然后禁用是在选单里面，在最右边的资料夹。这个选单有点不直观。设定禁用模组这边，对，你可以把你讨厌的模式禁用模式太好了。再见摩斯密码，然后再见复杂线路，再见。我看一下还有哪个？还有那个记忆是什么啊？好像是那个数字吧，1、2、3、4的。那个好像挺有挑战性，但不是过不了，就留着好了。好，那就把摩斯密码跟复杂线路ban掉，这两个应该就够了。OK， 那就是你先猜，我先讲。好 ，OK， 可以了，自由游玩。那我们一样5分钟，然后5个模组应该可以吧？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足够，可以开始。快速开始。好，先从那个4个符号的开始。OK。一个笑脸，一个黑色的星星，一个怀孕的 B， 跟那个虫子。OK， 那个笑面，嘿，有心的 B， 嘿，过来一只糖，糖是迄个虫子。对。好，过了。再来是白色的大按钮，上面写黑色的按住。哦，稍等哦。写个起立。请问你炸弹顶面敢有一个 CAR 的电话 ？CAR 的电话没有。哦，敢有电池？有2颗。敢有 FRK 的电话？FRK 没有，它上面没有点绘。安尼就试落卖放开。好，旁边亮白色的灯。安尼看到数字1的时阵就放手。好，来等一下。嘿，好。咱开讲者。有过啊。OK。无时间抬杠啊，我们过来看迄个6条线，6条线。OK， 6条。敢有黄色的线？黄色最下面1条。哦，敢若1条吼。嘿。敢有白色的线？白色也只有1条，第3条。安尼你就加第4条。好，过了。再来是迷宫。OK。迷宫我看一下，绿色的圈圈在1+1跟1+4。看卖哦。OK。然后白色的点在1+1。OK。然后红色的点在1+5。OK， 好，安尼我讲，正边1步，正边2步，正边3步，正边4步，正边5步，正边6步，正边7步，正边8步，正边9步，正边10步，正边11步，正边12步，正边13步，正边14步，正边15步，正边16步，正边17步，正边18步，正边19步，正边20步，正边21步，正边22步，正边23步，正边24步，正边25步，正边26步，正边27步，正边28步，正边29步，正边30步，正边31步，正边32步，正边33步，正边34步，正边35步，正边36步，正边37步，正边38步，正边39步，正边40步，正边41步，正边42步，正边43步，正边44步，正边45步，正边46步，正边47步，正边48步，正边49步，正边50步，正边51步，正边52步，正边53步，正边54步，正边55步，正边56步，正边57步，正边58步，正边59步，正边80步，正边81步，正边82步，正边83步，正边84步，正边85步，正边86步，正边87步，正边88步，正边89步，正边90步，正边91步，正边92步，正边93步，正边98步，正边99步，正边
正边是右啊，边，食饭的手。这边去，好，好，过来下骹2步，好，正边1步。吃饭的时候，嘿，对。好，啊，搁顶面1步。好，唔对呢，你要去倒位？顶边啊，顶边哦，嘿，顶上面对对对。啊，拍谁？啊，你即摆伫倒位？现在在1、2、3，3之2，啊，你要去倒位？要去1之5，哦，好，安尼正边到底。右边走到底。嘿，是。嘿，啊，搁顶面1步。往上一步。嘿，对。嘿，好，啊，就倒边摕碗的迄支手，位遐一直行就好。走到底。嘿，唔对呢？啊，唔对。没有呢。你伫倒位？我在那个最上面第3排第1个。啊，你要去第1桌的第5个？对，第1排1、2、3、4、5。安尼第5个。你搁位正边过去就会到啊？左边下边。对啊。不是啊，第1排第5个，我现在在第3排第1个。啊？啊？你的一排是直的还是反的？对，就是直的。你是第1排的你是要去？所以你讲绿色的圆箍啊？绿色的是左上角。嘿。1之1。嘿。然后再来1、2、3是1之4。第1排是反的。时间到了。我们迷宫的那个是不是讲的歪歪的？结果是我们的那个我们认识的那个1之1是1之1吧？我的1之1是最左上角那一块，第1排第1个。应该是会对。啊。1之4是靠左边还是靠上面？对，最左边数下来第4个。然后你是要从从原本1之1走到1之5，所以都是在最左边第1排。哦，我搞成5之1了，我以为你要走去5之1。原来是。好，再把迷宫也冰掉。没有模组可以玩了，塞菲尔再奔下去的话。对啊。再把迷宫也崩掉。真的假的？真的要崩掉？没有啦，再挑战一下下。那我们再。毕竟要是真的都崩掉，就没有模组可以玩了。都是很简单的。对啊，那个太简单了。那这样子的话，会变成5分钟10个模组，一定够。发疯。好了，安尼过来吼。再试一遍。好。开始。好，请。这个可以了。好，我看一下，他又在载入中我了，谢谢你。来看麦，先从4个符号的开始。一个倒过来的问号。一个 C 点点。一个写的很丑的 X 跟短的猪尾巴。C 甲一个点。过来 D 尾溜。过来 X。好，再来是白色的一个大按钮，上面写黑色的按住。炸弹，你讲白色的吼？白色的。炸弹敢有写 CAR 的电话？没有，这个炸弹上面没有写英文名字的灯，但它有很多电池。好。试落莫放手。好，旁边亮黄色的灯。你看到5的时阵就放手。好，过了。OK， 过来。在下面一个是那个左右线牵着的，然后上下可以按的那个线路。OK。然后它一共现在有3条线。第1条是。第1条是黑的牵到 A，
然后有2条蓝的，一个蓝的签到 A， 一个蓝的签到 B。好，第一条加掉。好，你讲第2条是啥？蓝色的签到 B。加掉。好。然后第3条是蓝色的签到 A。加掉。好。再来是一条红的，一条黑的。好，你红的签到 B。卖加。然后黑的签到 B。卖加。再来2条红的都签到 C。2条，等下哦。较顶面的迄条卖加，啊，较下骹爱加。哎，错了呢。等下哦。你即马是第几条？第几条红线吗？我看一下，它现在是第3条，红线出现3次了。啊，第3条是到 A 啊。第3条是到 C。哦，迄条卖加。过来。好，再来是2条黑的都到 B。较顶面迄条到 B 的爱加。另外1条卖加。好，过了。OK。再来是5个数字要拼那个拼音的。好。第一个是 L J D F A S。再来第2排是 Q T P 胜利 B H L。第3排是 F H J G Q U。我看卖哦。你讲有法度拼 study S T U D Y。是 T U D Y 可以。好，安尼就好。再来是4个灯的，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失误。爆炸了！可恶，要5分钟解5个谜题，还是太困难了吗？时间无够。时间无到啊！可恶！哇！那你要安怎嘞？还是把时间调久一点。今日时间可能嘛差不多。嘿呀，火是卖试一摆一个自由什么？好，安尼我嘛试一摆。好。好，咱来看这摆敢有机会。好，那安尼我画一个所在。OK。安尼是5分钟5个啊。我拄则是5分钟5个。好，好。你嘛爱5分钟5个无？试看卖，5分钟5个，试看卖。好，安尼你会当 start 啊？好，安尼我 start 啊。来看卖，对倒一个信号啊？我看卖哦，有1、2、3、6条线。6条线的好。6条线，你敢有黄黄的线？有1条。只有1条。对，只有1条。你有白线的线无？有，嘛只有1条。嘛只有1条。你敢有红线？
有2条。有2条线，啊你第4条，1、2、3、4，第4条卡头。好，安尼 OK。过来是4个奇奇怪怪的。好，一个是鸡龟，一个气球。嘿，一个 C 有1点。嘿，还有一个是就一个入，然后1撇。还有一个是 XYY 的。然后1撇。气球我都有1片诶。我找到这个。你讲有气球，啊有 C 1点。嘿，啊，C 是倒边的，是颠倒的 C。颠倒的是1点。颠倒的是1点，什么意思？它的 C 是左右相反的。C 是对啊？C 左右相。它的 C 往左开啊。跟我写，还有一个路。有一个入，然后有1撇。有一个路，有1撇，然后又有气球。你讲跟我啥？还有一个是 X， 丑的 X。那气球迄个路。好。就迄个 X，就4点。好，过来是4个无共色的。好，敢有唔对的把手，拢无？无。A、E、I、O 有敢有？无好。红的。安尼即马是红的。红的，伊爱是蓝的，暖的。过来是黄色的。黄色的，你爱是红的。过来是绿色的。绿色的，你爱是绿色的。好过啊，过来是那个有6个词，然后有一个 monitor。好，因写迄个 YOU， 然后1撇 RE。第2排第2个。什么？什么？什么？左边。好。上面写 LED。LED。第1排第3个。空白。等等。右边。这现在 READ。READ 第1排READ 第2排第2个。预备没东西。左边。过来是电线，就是有3种色的，3种色的，然后有1、2、3 ABC 的。好。第1条蓝色。第1条蓝色伊画着，到是无爱加。好，第1条黑色到 C。爱加。第1条红色到 A。无爱加。好，第2条蓝色到 B。无爱加。第2条黑色到 A。爱加。第3条蓝色到 A。蓝色到 A， 无爱加。第3条黑色到 A。无爱加。我忘记第几条红色到 A， 2还3？我要给，应该是第2个，就无爱加。好，过来是第4条蓝色到 A。爱加。过啊！哦，成功啊！喂。拢过啊？拢过啊啦！拢过啊！剩18秒。我台语认真到你5分钟破无会过。哎呦，好啦，算你很厉害了。是我的功劳。对，好，拍扑啊！大家拍扑啊，鼓励。你嘛拍扑啊，鼓励是啥物意思？哦，拍扑啊就是鼓掌啊。拍扑啊，鼓励一下，掌声鼓励啦，好不好？拍鼓励。来。
这样你口语检定也是通过了啊？不是，所以我面试有上吗？有啦。有哈呵，太好了，我有工作了。你会当迄个乌啦啦乌啦之类的不？呜啊，这个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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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这也很久了呢。啊，是卡哇足久哦，无啊。有一档啊啦，这条歌应该有一档啊。这首歌有1年了吧？哈，我1年前还在可怜打工的时候，我的同事就会唱了，所以应该有1年了哦。你当时会伫你工作的时阵乌啦啦乌啦？我袂，是我的同事。你同事？我的同事精神状态很美丽的时候就会。你当时会乌啦啦乌啦？对啊，他压力大的时候就会呜啊呜啊呜啊。你当时刚知影你会安尼讲伊？啊，伊唔知啊，伊可能无咧看啊。叫你当时来看我足巧的，你看。好，我再叫他来看。谢谢。伊影哩，搁爱升一摆，也是要休困啊，看定。今日可能差不多啊。哎呀，差不多。我们见好就收，顺利拆完就可以。不要等下又闹亏。真的。我们来谢谢火蛇。谢谢，这是我的荣幸。谢谢塞菲尔，谢谢塞菲尔，都是他的功劳，好不好？都是他的功劳。对，没错，谢谢塞菲尔。然后跟像11奉献一样，把你每个月收入的1/10汇到塞菲尔的户头里面。那你知道吗？你还剩9%，其中这9%的1/10也可以给我。没有，那些是塞菲尔的。哈？你的是塞菲尔的，塞菲尔的还是塞菲尔的？不是啊，你拿1/10，我拿1/10，他还有8%可以花啊，没事啊，对吧？可以啦，可以吧？可以啦，给200万，每个谢谢各给200万，快给！很需要各位观众们，我相信你们一定有的，对吧？拿出来，对，好东西要跟好主播分享。推来，推来啦！推来！塞菲尔最会讲的就是这个台语了，推来！只学到勒索用的吗？弄好嘛，喂，我是你也是喂，可以了，塞菲尔感觉今天学会了好多台语哦，昂昂的，的，暖暖的，拿的，差不多啦，差不多，至少都听得懂啊，都听得懂。台语。安尼塞菲尔有台语练得无？我感觉你有进步呢，你今仔日生了哪像有进步足济？安尼有练得无？有啦，即马有啦，即马有。太好了。就练得。会是有啥物爱讲互大家讲的无？哦，我看卖哦，我想一下，宣传什么？那像就是普通啊，就是明仔载要唱歌啦，明天有歌会啦。你爱唱歌？对啊。你敢会写字？什么？我敢会写字？我会写字啊。你又会唱歌又会写字？什么东西？没有啦，我写字没有很好看啦，但是写得出字啦。什么意思？塞菲尔的梗老到那个，就连知道老梗的人都接不上了。我是知道老梗的人吗？好像还可以算。这我还真的不知道这我还真的不知道不是会玩，你又会唱歌又会写字，然后就会有人扇你巴掌。这我还真的不知道，这好像有点老天哪！那你可以讲那个没良心百货公司来一段吗？太突然了吧！欢迎光临没良心百货公司。然后呢，1楼是什么？生鲜，1楼是超市吧？对，因为塞菲尔忘记了，所以想要叫你回味一下。有漂白的金针菇，漂黑的香菇，然后嘞，忘记了。还有嘞，忘记了，太久远了。然后随着楼层往上越来越没水准，我就开始不敢讲了。就越来越那个不要给小朋友听到。对。
是的，是的小。朋友不要学这样。对，我们学怎么拆炸弹就好，不要学其他有的没有的。我们学怎么看摩斯密码，这倒是可以学一下，蛮酷的看不懂。有点看不懂。摩斯好耶密码是什么？看不懂。而且他说明书上面超过分的，他直接说这个摩斯密码是个过时的通信形式，说不定你学起来以后会用到呢。对啊，他还说那个你可以学学看，的太难了。确，这个感觉现在真的用不太到了。如果他是写下来给塞菲尔，塞菲尔就看得懂了。但他是用闪烁的，嗯，的确蛮困难的，找不到那个切断的点。嗯。我们现在要开始进行一阵沉默的尴尬，因为想不到要怎么收尾。那就稀里糊涂的收尾。那就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啊，我觉得我们那个结束的还不错啊，我们有顺利猜了一个好像很厉害的。好啊，我们可是5分钟解了5个谜题哦！谢谢塞菲尔这么聪明，对又会描述。谢谢塞菲尔，都他的功劳，好不好？都他的功劳，就这样吧。不是，是不是？对，都塞菲尔的功劳。是的，该给塞菲尔供奉一点什么了吧？那我真是一有机会就想要这个打劫，要吧，不然要怎么活下去？真的。肯最近都定要的。要见缝穿针，是这样讲吗？我每一次在讲四字成语的时候，都会被人家纠正，就是不对，好狠啊！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我现在想到四字成语，只能想到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完蛋了，完了，被洗脑了，剩下这个脑袋不行了。哇，还有什么大张旗鼓，大张旗对吧鼓？大张旗鼓是讲大张旗鼓吗？啊，应该。那我们就稀里糊涂的收尾吧。要稀里糊涂的收尾了吗？就是除了火蛇明天要开歌会啊，塞菲尔明天要去兔代跟玩那个游戏。火蛇有在玩游戏吗？比较少开游戏台耶。你明天是要玩什么？我要玩一个叫做《死亡之门》的游戏。哦，它是一个动作类型的游戏，主角是演一个小乌鸦样子的死神，然后要把那一些赖着不死的灵魂收回来。哦，期间要那个翻滚啊、打架跟打架。那感觉也是蛮考验打架技术跟打架技术的。就是那塞菲尔上一次成功打败了第一个 BOSS。哦，恭喜恭喜！这一次应该会挑战第二个。第二个 BOSS 是一个很大的青蛙王。哦，它住在沼泽里面。火蛇明天要唱什么歌？明天的歌会主题是女童歌，虽然我是男的，对，但是有征求一些就是可能跟女同志比较有关系的歌单，所以就那练了一下。你会唱《迷魂记》吗？不会耶，迷魂记吗？迷魂记吗？啊明天不会唱，但是确实我好像知道这首歌。完了，年代。其实有一点哦，有一点哦，有一点哦。那是那一天才会知道会唱哪一些歌吗？哦，对呀，或者是其实大家如果有在我的 DC 的话，我会先偷偷把节目单放在 DC 里面，但我还没做好，我应该晚一点会放。啊，是的，是那我的。们就不要打扰人家那个辛劳工作了。真温柔。谢谢谢谢，太温柔了。好，那我们这边就差不多做个结束，然后火神那边应该也要做个收尾了。好吧好吧，我们
们就各自那我们那个。就先鸟兽散，好，没问题，没问题。鸟兽散。那我这边先挂掉通话喽。OK， 没问题。人生就是一场讲电话，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太长途了吧？挂。谢谢。但还没有挂，想不到吧？哼那就我来吧。哼。你以为我要挂了吧？还没。嘿。那我只好挂你电话了。好，拜拜。好啦，那感谢大家今天来看我跟塞菲尔玩拆炸弹，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我觉得好像，我真的觉得塞菲尔在开始前跟就是讲到后面要结束前那个台语那个有变顺很多哎，果然是强迫讲一讲，多讲就会变顺嘛。对，然后我真的推荐这款游戏，大家如果想要练台语，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来练台语的话，可以找朋友一起玩玩看哦。我觉得一边玩游戏一边练，其实就真的还蛮好玩的。对啊，我也觉得进步不少，真的蛮厉害的。那因为我们就时间上的关系，我也就先差不多跟大家说拜拜。然后我们等一下就降落去伊里那边看他玩 Pokemon 吧。他好像已经玩很久了，但是他应该会继续玩吗？等一下，他是放片尾了吗？等一下，是吗？哦，不是，好，太好了，我看错了，很好。那我们可以降落去找伊里了。那大家，拜拜，拜拜。拜拜。今天他耐久哦，他耐久好久哦，因为我本人呢没有什么耐久的能力，真的是太厉害了。那大家就去帮伊里加油吧，大家晚安啦。